来的消息来看，台中女中第15班高二的3港2名毕业旅行，有学生伫面册指控讲，旅行社的领队涉嫌讲话性骚扰。学校今仔出面是表示讲，因会来召开性平会，扩大来调查。业者嘛已经回信咧，强调讲永远袂佮甲这领队合作，佮捐5万块互学校来做性平基金。 学生照常伫校园遐扫，台中女中5月15去垦丁毕业旅行，3港的旅程所传出有旅行社领队涉嫌伫车顶言语性骚扰，有学生不满伫面册答文引起讨论。校方5月20日起出面证实，而且启动校安通报，也对旅行社提出申诉。本校予以严厉的谴责，同时也要求厂商要道歉。那本校会依照性骚扰防治法来向厂商提出申诉。 台中女中高二有16班，大约600个同学，顶礼拜去南部毕业旅行。校方表示，涉嫌言语性骚扰的是一个姓谢的领队。事发迄当阵，学生无随反应，颠倒是事后透过网络伫线顶回评。迄当阵车顶的导师当咧无用点人数，所以无发现异常。后手会扩大调查其他的班级敢有类似的情形。旅行社5月20日有关正常开门营业。负责人来到学校，鞠躬会师咧，强调姓谢的领队是讲耍笑、讲过头，目前 是特约领队，未来不会再录用。这个领团人员公司会永不录用，这班的领队会退给同学。再来的话，我们愿提供5万元，对于学校性平的发展基金，供学校来使用。 旅行社成立31档，替台中女中办活动已经有6档的时间。细正的领队是有4档的经历。旅行社强调会付5万块，当作是台中女中性平基金，而且落实公司的性平教育。校方后手会开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来查内情，而且针对相关的班级辅导关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